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是这个政坛的消息。民进党败选的检讨报告出来了后，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就节目接受专访，伊来发出讲，内阁改组应该团进团出，院长嘛爱换掉，安尼才会当互民众有感觉。高嘉瑜嘛讲，有部分的官员态度傲慢，就是看袂起别人，对别人无尊重。今仔日高嘉瑜直接来点名，讲伊所讲的官员，就是内政部的代理部长华敬群。伊讲伊态度骄傲、激派头，讲卡袂着，都来离开着备询台，对民意代表是真无尊重。对华敬群的不满，国民党的立委李桂敏嘛有同感。伊讲昨伊咧甲华敬群质询的时阵，进行到一半，华敬群袂爽，就做伊离开这个备询台。李桂敏讲，伊昨是来面对一场现情的危机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发。比切歌声唱出心声，把先知林志坚论文案一死5名立委高嘉瑜接受专访谈败选检讨，提出内阁改组应该团进团出，觉得应该要团进团出啦。那就是如果要放阁员院长也要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希望能够就是一起唤醒，希望新的内阁能够是更温和、更谦卑、更理性的来面对民意。高嘉瑜认为内阁拢爱换掉，人民才感受会到。嘛点3个人上应该互换掉。第一个人是人真好，不过无啥专业的经济部长王美花，涵盖200多亿发明点餐系统，买查诈骗的受贿发展部长陈凤，嘛讲到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敬群上臭样，就以花敬群为首，真的非常不适任，而且他的 EQ 也非常的差。对于华敬群的不满，国民党立委李桂敏嘛同款看袂做。你的问题根本就是一点也不具体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。洪质询问到个人资料泄露的议题，华敬群的总气甲离开现场。你有资格下去吗？上来！昨天其实是一个宪政危机的一个最好的范例，无视于宪政体制违宪违法的这种态度呢，其实就是他行政傲慢的最佳的一个显示。一个人面对空空的质询台，不是民主现象。那内阁改组议题，互哪了拢徛出来讲心内话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